喂，靚女，最近美國佬就咁樣的走咗個國家總統喎，咁猖狂嘅事都做得出嘅，究竟咩回事呢？同大家詳細咁樣講一講好嘛？睇到呢單新聞，好多人第一反應都係美國又嚟搶石油啦。冇錯，委內瑞拉嘅石油儲量3030億桶，全球排第一，多過沙特成條街。但係我要話你知，如果你淨係掛住睇石油，咁就正中美國下懷，跌咗入佢精心設計嘅敘事陷阱啦。好多人可能冇諗過，美國睇實委內瑞拉10幾年，制裁都玩咗好多年，點解偏偏揀2026年1月先嚟出手？答案就喺過去幾年拉美嘅變化度。2022年盧拉翻山做翻巴西總統，2023年墨西哥洛佩斯交棒俾同屬左翼嘅新包姆，到2025年哥倫比亞佩特羅仲直接出聲反對美國干預拉美事務。你將呢幾個點連埋一齊睇，成個拉美正喺度齊齊轉咗，而且越轉越快。最令美國坐唔穩嘅係，截至2025年底，拉美已經有超過20個國家加入一帶一路，秘魯前海港啱啱投入運營，變成南美通往亞洲嘅新門戶。咁委內瑞拉喺呢盤棋度扮演咩角色？佢係一面旗。自從查韋斯1999年上台，委內瑞拉就成咗拉美反美力量嘅標杆。美國對佢又制裁又封鎖，仲搞過政變，咩招都出齊。但呢個國家硬係頂咗20幾年都未倒下。如果呢面旗繼續飄，其他拉美國家就會諗，原來同美國拗手瓜都生存到㗎。但如果呢面旗倒咗，嗰啲正轉向咗嘅國家就要重新諗清楚。所以美國點解要揀呢個時候出手？因為再拖落去，拉美格局可能徹底唔同晒，到時再想搞委內瑞拉，成本只會更高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覺得美國唔就係想守住自己後院咯？哈哈，呢個道理3歲細路都明，但我要話你知，呢層只係表面，真正令美國唔識撕破面嘅係委內瑞拉搞咗一樣比後院仲要8倍嘅嘢——美元霸權。你知委內瑞拉石油多，但係你可能唔知呢個國家賣去中國嘅石油大部分都用人民幣結算，而且中國而家係委內瑞拉石油最大買家，出口量佔咗90%。咁意味住咩？你倒翻轉頭睇50年前就明，1974年美國同沙特簽協議，規定全球石油交易只收美金。從此之後，無論你係德國人定係中國人，想買石油就要先換美金，全世界都要美金，美國就可以開動印鈔機，印出嚟嘅錢由全世界同佢分擔通脹。你辛辛苦苦生產商品換美金，佢喐手指印美金就買到你啲貨。呢套遊戲佢玩咗50年。而家委內瑞拉帶頭唔玩啦，你可能會話委內瑞拉一日先產100萬桶油，全球佔比1%都冇，搞得起咩風浪？問題唔在於量，而係佢撕開咗一道裂口。大壩崩堤係點開始㗎？唔係一下子沖垮，而係先有一道裂縫，水流越沖越大，最後成個冧落嚟。委內瑞拉就係呢道裂縫最顯眼嘅一條。伊朗2015年已經開始繞開美元，委內瑞拉2017年跟住俄羅斯都開始大規模用人民幣，連沙特都同中國傾緊人民幣結算。如果呢個缺口越撕越大，美元石油霸權就會從根底動搖。所以美國打委內瑞拉打嘅唔係一個國家，而係殺雞儆猴。佢就想俾全世界想繞開美元做生意嘅國家睇清楚，呢個就係下場。跟住呢個思路再諗深一層，你會發現美國盤算嘅魚唔止咁簡單。委內瑞拉石油對中國有住特別價值，呢樣先係美國最驚㗎。委內瑞拉嘅油同沙特唔同。沙特產嘅係輕質油、易開採、易提煉，全世界煉油廠都處理到。但委內瑞拉產嘅係重質原油，又黐又稠，含硫量又高，普通煉油廠根本搞唔掂，所以喺國際市場一向唔受待見。但係我哋中國偏偏為佢量身打造咗成套煉化體系。中石油同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喺廣東揭陽合資起咗個巨型煉廠，砸咗650幾億人民幣落去，專門食委內瑞拉重油煉，處理能力2000萬噸，係全球唯一能夠完全處理呢一種劣質重油嘅基地。講白啲，呢套設備淨係識食委內瑞拉油，換第二隻油可能真係唔得。咁重油煉出嚟係咩？2樣嘢，柴油同瀝青。柴油係工程機械嘅血液，挖泥機、推土機、重型貨車冇咗佢一步都行唔到。瀝青就係鋪路起橋嘅核心原料，高速公路、機場跑道冇咗佢寸步難行。2樣加埋意味住咩？
意味住重油供應鏈咧直接關係到基建能力。而家你再睇翻美國打委內瑞拉呢件事，係咪完全唔同咗理解？美國根本唔係為咗嗰啲石油，佢真正想做嘅係喺中國基建原料供應鏈度插一根刺。你嘅煉油廠淨係識食重油，我就將重油最大供應國端走，你基建速度慢落嚟，一帶一路推進就會受阻，全球影響力擴張就會被拖住。你將呢幾層邏輯串埋一齊，美國對委內瑞拉玉手嘅完整戰略意圖就浮晒出水面。表面上係維護後院秩序，唔俾拉美繼續轉左；深入一層係殺雞儆猴，維護美元霸權。再深入一層就係要卡住中國基建供應鏈關鍵環節，俾中國全球佈局製造障礙。一個委內瑞拉同時踩中美國3條敏感神經，你話佢唔打委內瑞拉，打邊個？至於所謂緝毒嗰個就係藉口，美國緝毒處自己份報告寫得明明白白，流入美國嘅可卡因84%嚟自哥倫比亞，委內瑞拉根本唔係主要來源。舊年9月到12月，美軍喺加勒比海同太平洋炸沉咗30艘所謂販毒船，搞到近8人死亡，到而家連一克毒品證據都冇公開過。講到呢度，可能有人問，咁中國喺委內瑞拉嘅利益點算影響實有嘅？過去10幾年，中國前前後後喺委內瑞拉砸咗500幾億美元貸款，由油田、鐵路到起樓都有份，到而家仲有200億美元未收返。如果馬杜羅真係倒台，新上嚟嘅親美政府認唔認呢啲合同，真係要打個大問號。不過從目前情況睇，馬杜羅雖然被捕，但委內瑞拉政府仲運作緊。副總統羅德里格斯堅持要美方交出馬杜羅仍然生存嘅證據，政府宣布進入緊急狀態，號召全國抵抗。美國國務卿盧比奧話，馬杜羅既然被捕，就唔會有下一步動作。但呢啲說話信唔信得過，又係一個問號。拉美鄰居嘅反應都好值得玩味。哥倫比亞總統佩德羅第一時間跳出嚟話呢個係導彈轟炸，嗌聯合國同美洲國家組織急急開會。古巴領導人迪亞斯卡內爾直頭鬧呢個係國家恐怖主義，但美國就實贏咩？又未必。委內瑞拉唔係嗰種彈丸小國，佢有91萬平方公里國土，15萬正規軍，近8000萬民兵，加上複雜嘅山地同熱帶雨林。美軍而家投入兵力得1.5萬，連佔領首都都勉強，更何況控制全境。阿富汗嘅教訓唔通仲唔夠深刻咩？美國喺嗰度耗咗20年，最後咪又係好樣衰咁撤走咗？翻到最開頭個問題，美國點解非要同委內瑞拉過唔去？因為呢個南美小國身上同時孭住3個令美國食唔安瞓唔着嘅標籤：拉美反美勢力、精神圖騰、人民幣石油結算先行者、中國基建供應鏈關鍵拼圖。任何一個標籤單獨拎出嚟都夠美國頭痛，3個疊埋一齊，委內瑞拉想唔捱打都難啊！